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最近我有亲戚要做100岁生日，真正是足值得庆祝的一件代志。其实过去的人是每天拢在做生日，甚至嘛有人讲是袂使做生日。过去的人安怎做生日，甲即马是无啥相共的。今日我来介绍过去做生日的风俗。有一个听友甲我讲，伊想要了解古早人安怎做生日。伊讲伊有一个100多岁的阿嬷，逐天亲人拢会买鸡卵糕，佮请伊食饭庆祝。毋过因阿嬷拢甲讲，伊家己无咧做生日。落尾伊才了解，若照阿嬷的想法，做生日是得爱做面具去分互厝边。这甲即马少年人伫生日迄天去食饭、食鸡卵糕是无相共的，所以迄无算做生日。过去的人安怎做生日，我嘛毋知影。我敢若有印象是细汉的时阵，阮拢无咧做生日。甲即马的囡仔，若生日一到，就想要摕到礼物，是足无相共的。我去找资料，才知影过去的人做生日有真侪礼数。主要发现讲，原来生日即天的意思，甲即马的人的理解是真无相共啊。当然，伊背后甲生活环境、经济变好拢有关系。咱若要讲自古早就有咧做生日的，应该是神明才有。天公生、妈祖生、土地公生，拢着爱拜拜。耶稣出世迄天，圣诞节嘛着爱庆祝。后来是满清国的皇帝，为迄时开始，因的岁数若见杂，特别是60岁时，是全国大大小小拢着举办庆祝活动。应该嘛是因为因即款古早的台湾有一段真长的时间，伫蒋介石生日迄天，就规定公共场所着爱挂国旗。佮爱设寿堂，开放互官员也是一般民众去签名祝贺。连电影院嘛着放一寡甲庆祝生日有关系的电影。早期也佮有百花灯做寿桃，迄天着爱佮动员学生举牌去街仔路游行。自从皇帝开始有做生日即款礼数，大清国的好野人嘛开始相共，因的年岁若见杂的时阵，就会做生日。古早的做法是时势会向生日的时段叩头祝贺，佮送礼。这伫过去就叫做拜寿，因嘛会请人客，请人来搬戏。林献堂甲伊的某杨水心的日记内底拢有写着1930年。林献堂50岁迄天，甲因的亲戚讲着要请人来演戏这件代志。林献堂的小弟讲，伊要安排戏班来搬戏互伊看。林献堂讲伊无爱。毋过佮过无几工，武丰青年会嘛派人来讲，因安排一个戏班要伫戏园内底表演，来庆祝林献堂的生日。林献堂当时就无佮拒绝。这有可能是人已经安排好啊，林献堂歹势拒绝。佮较有可能的是因为武丰青年会因安排伫戏园的表演是一出文化剧，林献堂感觉讲，若这来演出对政治文化是真有意义。毋过讲到这，大家就会发现讲，古早若毋是神明，也是做皇帝，就爱有权势、有钱的人才会去做生日。大部分的人是无这个习惯。后来是经济豆豆变好，厝内若人多，也佮无经济负担的时代，才会来做生日。所以这代表早期的人就爱听候到囡仔拢结婚了，也毋免佮去做事，无经济负担的时阵，才会过生日。所以就爱有年岁的人才会做生日。佮来有一项就是
古早人认为讲，若伤少年就享福，伊的寿命会减少，所以正常是听候到50，大部分是听候到60岁才会做生日。有人认为50岁以上就叫做做寿，寿命的寿；50岁了做的寿就叫做大生日。也嘛有人讲是爱60岁以后，听候到60个天干地支拢生过一年啊，才号做寿。毋过拢是10冬才办一摆，岁数见10才会做生日。其他人选的生日袂特别去做，有的所在的客人是得爱有意才会做生日，就是讲51岁、61岁、71岁才做。毋过也是小工10冬才做一摆。50岁进前若庆祝生日是叫做小生日，甲大生日无相共，而且嘛毋是时常有诶，敢若有几个特别诶岁数才会做小生日。一个就是大家较接咧做诶，囡仔满1岁时阵第一个生日，有的人叫大节，嘛有人讲是做对岁。迄天两边诶阿公阿嬷拢会准备礼物互囡仔，爸母嘛会办桌请亲戚朋友。抑阁有一款小生日较少人听过，是替结婚诶人做生日。有诶所在是结婚了，女方诶爸母会伫过年佮第一摆生日诶时阵送布料，也是送食诶，互伊诶查某囝做生日。有诶所在是演变做女方诶爸母替伊诶囝婿做生日，无论是替查某囝，也是替囝婿做生日。结婚了诶第一摆生日，或做新诶生日。客人诶习惯是着爱做31，囝婿若31岁诶时阵，伊诶丈人丈母爱送衫，也是送礼物，佮办桌请人。若讲做大生日、做寿，除了爱已经有年岁、有钱，抑阁有就是互厝内诶囡仔有接去请人，囝孙仔就拢爱到，这才代表即个人有福气。所以做生日毋是家己去邀请亲戚朋友来食饭，是生日迄个人诶囡仔会去负责即件代志。古早人做寿诶时阵，是着穿甲真水，坐伫大厅内底，伊诶囝孙仔会按照辈分来甲伊拜，佮会送伊寿桃甲面线。传统咧做生日诶时阵，会准备红卵、红菇粿、猪脚面线，也是寿桃。到底是爱做偌济，是有特别诶算法。红卵也是做粿，也是寿桃，拢是生日人几岁就加6、12，也是24，这是添寿诶意思。而且这物件拢会做红色诶，食饭了会分互人客炸转去，也是摕去分互厝边。有一首传统诶民谣，号做红菇粿。内面写诶故事就足趣味诶。这首歌讲，隔壁老人做51岁，送我一个大诶红菇粿，想要明仔早起下落去找，毋过厝内鸟鼠仔爱食粿，3更半暝偷食粿，害我透早起来找拢无，互鸟鼠仔食甲剩一半。鸟鼠实在真歹做伙，我诶红菇粿，我诶红菇粿。恁偷食我诶红菇粿，我讲诶毋是完整诶歌词，毋过讲起来真有画面。这首歌诶名就号做红菇粿，是送写诶已经无人知影。后来音乐家有甲这首歌写落来，所以伫童子军也是合唱团内底拢会练这条歌。即马伫线顶也阁找得到真侪合唱团唱红菇粿诶影片。有钱诶人做生日是真够礼数，一般诶人是安怎做生日诶？过去是人客，尤其是囝孙，拢会挂猪脚、挂面线，有诶人也阁会送土豆，代表食甲老，送酒、送卵，也是送迎迎歌。后面讲诶即几项已经甲做生日无啥有关系，毋过食猪脚面线也是真侪人咧食。猪脚代表勇健，面线是代表长寿，所以有人讲食面线添福寿，
食猪骹加用行。猪骹面线若生日的时阵食，猪骹面线也佫有消灾解运的意思。古早若讲人衰的时阵，会讲衰甲踏着猪屎，也若是要甲歹运踢掉。猪骹有勇行甲富裕的意思，所以就爱食猪骹。而且一般是认为就爱食猪骹青仔才真正有效。面线是长寿吉祥的意思，所以猪骹甲面线就会甲衰运赶走啊。即马若拄着法院审判的时阵，嘛有人会讲一审重判，二审减半，三审猪骹面线，就是讲到三审的时阵，就代表无代志，会当去食猪骹面线。古早礼俗做生日也着看时阵，传统做生日是无人咧做狗的，意思就是讲年岁若拄着狗，就无啥好，袂使庆祝。古早人认为，若拄着狗迄当9岁19、29、39，迄当就会过了较无顺，会拄着较侪问题，所以有的人算年岁的时阵会直接跳过。到39迄当会直接讲是40岁，59算60岁啊。到底是安怎到这个岁数代表一个人每10当会拄到的关卡？这我是找无。这就亲像讲，伫台湾真侪人讲生日敢若会当提早庆祝，袂使过了才咧做，嘛相共的意思。原因到底是啥物？无人知影。就亲像伫外国，嘛有所在是过生日，敢若会使伫生日迄天，也无就是迄天过了才会当庆祝，袂当提早，甲台湾颠倒变。毋过原因是啥，我嘛毋知影。听众朋友会使去找看觅，也是有人知影，请甲大家分享。古早时阵是因为经济关系，真少人咧做生日，也若有做，嘛都爱50-60岁以上才有。到迄个时阵，拢是代表健康、勇健、有福气的人，因加一岁就值得庆祝啦。这甲现代人对生日的看法是真无相共的。过生日是要庆祝一个人伊出世，表达对一个人的重视甲关心。即摆人做生日较有个人的意义，若是做生日的意义无相共，过生日的方式是变真侪。我做这集进前嘛，毋知影古早做生日有遮尔侪礼数，知影这到底有啥物内容？进前我会找台湾风俗讲互你听，都有读者反映讲，遮尔无合时代的传统，敢着爱阁讲出来互别人听，也是阁传承落去。我想知影一寡文化传统，应该毋若是为着要甲保留，也是传承落来。正常来讲，传统文化的习惯一定会改变。是变侪变少，话会无去，有真侪会阁重新创作出来。了解一寡风俗为倒位来，会当互咱家己去判断讲，这个风俗是要保存，也是应该爱改变。理由是啥？为一寡传统习惯会当去了解过去的人安怎看待这个世界。亲像讲到做生日，加减会互咱知影讲，因对生命、对人生也是甲人交陪的一寡态度甲看法，了解这个人过去生活环境是啥物款。若是现主时，大家拢知影学无共国家的文化，会当学着新的知识，学着安怎去尊重别人。安尼了解伫台湾无共年岁的人、无共年代的人，因的想法，因要遵守的传统，应该嘛有相共的用途才对。今日先讲到这。大家若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我讲。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，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界有ECP的连结。就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